2024-0501已知有5座宫庙井号天上圣母劝世人赶快井号求天道，北港朝天宫1983，大甲镇澜宫1987，竹山莲心宫1979，大村慈圣宫1986。白沙屯拱天宫2024圣训 Valuable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 TTS 的程序。会走掉啦，因为那个顶包挂来规出拄啊旁，假出来那种规到大边，拄啊高过就是刚高出来，迄才先啊风险。咱咧食饭食这若是不要挂落吼，你若不要吃，吃饱了就饱了咱。咱牛仔饭安尼烫咧，白食，迄牛仔饭偌济饭了，一粒饭了食会当饲几只狗来食啊。歹讲咧。其实所以咱讲这个过程当中，讲父亲的财富，唔通真正心开始，我若小人学习过程讲对，开始批评对，到了心发狂，心若发狂，败亡即至，心狂亡即至，这真好嘛。这个当中咧，咱来知影吼，所以咱人吼有一个很愚昧的本性。秉性作有爱的秉性，即作有爱的秉性是啥？为着满足咱生活中感官的偏好。满足咱生活中感官的偏好，所以不得不被迫。所以讲批评不停的工作人讲开始谈到批评来这批评。但这咱人这里面的秉性、本性啊，大家有些。大家拢，啊，这个若无冲破，无可能，无冲破，要是无可能。为着满足生活中感官的角度，回顾过去的看到做先，咱的祖先，因咧生活，到底怎样？这到底怎样很广，当然，因到底一个人听，无，但是因为会议会，已经过了，以前会议。要出，看到一出移动，移动离线，生活真正常。虽然无像真正险情，虽然无像真正认为是这样方式，但是因生活依然快乐无法为救。真的哦，依然快乐无法为救。我靠，你看，现在倾向这样快乐，啊，咱尽量心情低于小的回答，咱现在心上面心上面讲低于。他到底学生啊，你讲有些几十年来的，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现在讲到嘞，有别人讲我是啊，几万年爱去做，爱去做，但是对于感觉来讲，开始讲批评，为什么批评不是别人对咱？是咱家己的秉性开始作用，互咱家己批评，你讲趁钱就这样子尔嘛。爱赚钱，有要咱就爱开始去赚钱嘛。所以开始是当作因果果树，开始不停工作，不停的工作，工作到欢喜到，工作到快乐到，这样子。既然是安尼，听咧到底，把咱人生的精髓，无一单一性，人生的真理，你对于啥？有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投入伫工作中。到底是哪个地方？到底是咱人从过去讲对我做过去性命相谈，用很长的时间而用落实伫心性上的开拓，落实伫道德上的形式。靠，你这个时间，做咱先接触遗憾的代志讲，要听班要开班啊，有时间我有
法科，道场无研究真理，请问要创啥？咱去可能足侪人来求道，目的要创，嘛就是咧，嘛是咧叫来研究真理，无可能咧叫要创，讲即字就够啦。啊，若即字就够，大家点点落，大家开始来讨论。为什么后摆要参考措施？参考措施书就讲来讲，正式甲咱事业门上机会，会当真正开班、开课、天算课、天开课，这真是专精。为什么啊？啊，既然是安尼，咱所有的一切是爱甲咱人生真真正正有地位的人，真真正正有地位的当时的修人，就是真正开始来去对咱人生来到这个真正意义的种，真正是这种起来吼。所以这比简单比起码好，大概就很好啦，就是到这个啦吼。所以我来单笔记吼，好。三个，那么这咱的希望，在这里共同。伊个报名属于讲真歹去得着的物件啦，但是我若讲真贵重的物件，报名属于来讲报名单的啦。啊，当然。之所以贵重是原来分人的层次来，我分好了着实，喺不同的层次来去讲。但是真歹得，但是咱真正咧，本身通什么分，食什么分，讲得简单呀。但是呢，伊所必然的，但是你在什么分，讲是困难的。哦，但是必然，平平是人对什么分，平平是什么分对人的是反不同，会感觉很多困难。真困难啦，哦，那咱真正囡仔要读册，足简单咧，对一年要来读册啦，真简单啦，哦，对受教育12年的国民教育无条件，真简单啦，哦，但是这个语这马来哦，有这马都这马来遮学生，每日就讲囡仔啦，吼，看足好些，一家四个囡仔足好些，迄印度囡仔真水啊。虽然规包我爸买，我但是就是迄目睭问我看条我条，五官轮廓足水，但是足歹命啊！迄一个查甫囡仔，伊讲伊下伊几岁嘛毋知影，大概就12、12岁。讲问看伊读册无好，无读册啦。我咱就后面讲叫唱对了，反正我咱就先马来，反正就来马来话讲。你讲我讲你讲我读册用什么？伊存落老师是12岁要读册迄种啊，伊讲伊去人个面包店，你妈说去咖啡店迄人，原来印度人对迄人做童工，迄人无人给人去做做少工甲打扫啦，迄主要是4点，做甲下晡时仔4点啦，一工赚20块的，伊讲啥？零钱啦，嘛，伊讲是零钱啦，你多少话讲零钱啦，20块啦。差不多变成这样200块啦，我讲，你4点一般正常，你若12点12岁，你若正常4点就多安怎？好困，够好困就好困。咱大人4点就好困了，我看你安怎？你讲，就你个唔係4點安怎爬起來啦？喺個媽媽下去叫啦，媽媽下去，我叫起來就係我下足艱苦嘅。做艱苦啦，我艱苦嘅慢慢去打垮起啦，是袂？今年我睇兩個外3、4個，個內迄種有叫人讀冊啦，為什麼？無錢。當然咱人生來到世間，你開始面對這難題，演藝物件，這個回憶包含太多。咱學其實有一個一定對嘅，一個原理。咱这物件是讲，这食全少足宝贵，足歹治着，爱研究完就对啦，有无？你像爱研公路哦，定定讲爱研公路哦，我食全少，讲真难怪。这个是讲我食全少，毋是全少啦，食珍珠讲偌，但是到世界的讲40万的银行买来偌济啦。哦，现在讲我伫新加坡是囡仔摕遐，你咧佚佗摕伫海边遐，你爱去佚佗啦。100块来，我这毋珍珠，从
爱用10箍的，到尾10箍的时间买家遐囡仔买啦，买来了去放入金仔店，结果英国大赛，了毋清楚，了用英国干面了真正清楚啦。当时我世界上大了的清楚就对啦。我做40万的英国买到，尾仔我对偌济？60万啊，用60万钱交60万的英国啦。啊，伊英国国别，咱咧看是做歹得着的物件啦，但是英国国会得着，啊得着你若单得支付咧，伊为着要保存迄点，后壁迄讲人民兴旺就是重要啦。咱得支付人民兴旺，所有心要紧人了，身躯要紧，人拢爱想着即个。就去做吧。我过年时阵比话，你请衫嘛，若真正食好内底若无爱放钱啦，啊，就凊彩摕到吊到遐要紧啦，袂记你摕别个来摕尔，毋是真正衫内底是倒落去啦。看你感觉摕到遐，莫讲倒落来，我若讲条长小放伫内底啦，毋免几克拉、3克拉落去啦。真正衫你感觉摕到遐，行到遐心拢爱受着即个物件的伤害。因为心要紧当受伤害了后，伊的行做出来可能爱受伤害，所以行动自由意志，心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就是意志，这两种情况啊。啊，当然，为了保护迄个，伊开始用心里面内底就是快乐其中啊。真个，你着保了，逐日摕遐穿，逐日摕遐看，算到看啦。我伊人要算报道就是安尼，足侪钱买来物件，伊逐日就去算遐，算到足满意，规个心拢进入去，所以你无法做幸福。但是事实上，多数情况，咱你钱吼，互你得着了后，你也是幸福。你未得着，别人有，咱无，咱阿个袂得着，为着要去得着迄个物件，你也是幸福。啊，是心了解袂了就对啦，所以我评估了解袂。哦，咱在是老时，老些年，像我爸爸，伊较早耳朵啊，考啊3比1唔好啦吼，迄算上赞的，对啦，考啊3比1唔好。迄阵迄车人哎，即考啊3比1唔好，我较早车较重个载。甲2个小载去高雄，找风亲，即摆做风亲办道。倒转来了，我本来到就是来到对啦，我来甲佚佗，行看卖。一个遐报出来，一个去看，看卖了，出来了，卖遐报出来，看佚佗有意思。啊，袂记呾咧，报台个说的嘛，一行说啦，啊面，会去看咩？这真正咩无骗人，无骗人咧。我这款物件，所以讲老祖先用即款400报的诶，事实有关咱的史内底都比较典的。毋管你是已经得到，即人的自我是已经得到，或者是已经还是还未得到，这对意见来讲叫做拢讲来着啦。要当然讲来自由意志较无要紧，方法咱就是自由，方法对咱自由意志是上科学的。啊，足侪是因为要去追求咱想要追求的物件，去停顿受办道的脚步。太多，毋是难得好，毋是毋知，大家都知。但是你看，迄个有钱总讲，我就知影申请好啦，但是你申请出来用不了啦。我知也毋是毋知，我嘛知申请好，但是经用不了，但是咱毋是毋知，你有钱是会保持。毋是毋知，既然知影，但是为着心有所托，心有所去有这个研究，还是好个。所以就当中的咱爱去思考，世间一切活物，圣人即来讲，只用科学，只科学，科技。这个法有哪里来搞？当然是嘛，伊这是讲啊，都讲啦。这个法有哪里来搞？这法哪是是搞？世间一切。所以咱迄个物质的身躯是物质的，咱以物质来用，这是对原性。但是以物质来用，啊，做用尔，用，
但是你袂使接，绝对袂使接，一个接就一个放。你老人到尾一个讲食到老了，老厝咱讲考试讲分数300，到尾食到老了，家己在啥？变咧。啊，既然家己在变，为什么家己在变？贪钱的话，贪着对啦。为什么即摆辛辛苦苦拼来，食到老我说想也无转来，食不到对想放不到。啊，对，咱这年我讲大人对吧？看这个过程对吧？愈来咱变他到尾来读书，为什么他伫世间咱伫时间行，咱是用伊个心态咧行，是用即个心态咧行。啊，用即个心态行到尾来了后，食到老一定会改在。足济老人咧当时是厝，若要去个过节拢无钱哦，要招伊个钱拢无钱哦，客出来300-500，当然是讲笑伊骗手啦，即个意思。比如讲无钱，但是等到现在若是等了后，伊个查某囝伊后生甲裤仔抄出来，甲伊个一款开无起来抄出来，人无算走的嘛，人无算法，人算走的，是这样。但是你唔惊，啊有外面无？我若是到伊些思想管制了后，就是会改变，拢会看。所以是怎么来讲？既可用不可及，会使用，会使使用，就是讲会使用，但是袂使接。接了就袂放，就放了。所以你大到家，老主就都会来无。即个里面是显示讲，咱人要到世间，怎么一直向外去走出来？向外去追求，拢追求外国。唔知影要反照倒转来，来到后壁这两步，就叫做继续来做。习以性命，后壁这两步，习以性命为好，为薄。时之不变，天之不变。像这个写起来讲呢，当然讲到底靠大无义务的，好大个啦。真正性你看是要看。伊是咧对于这个问题，所以讲给咱人的感官是浅显的，对啦。浅显的讲，上的看无，上深的看无，上长的看无，上暗的看无。耳孔嘛相同，上大声听无，啊上大声听无，上大声耳孔唱听无，你相信无？上细声呢，嘛听无；上的声音呢，听无；上耳的、上近的呢，嘛听无。即咱的感官是浅显的。发现着迄个意念也无完美啦，外口分析个世界内底非常是完美，但是伊是经由完美的物件所应用出来，为什么伊是完美？伊是道的应用。
伊是无常的，伊是变化，伊这是个过程行的无常变化，所以这得用就是永远。过去了结果回归到倒来，回归到倒来，只是回归到哪？所以天地咱智慧上真水是都是真水，但是若整体来讲，用是人性伊的化身出来，因伊化出来是足济个生老万象，大项都有，但是大项都有，伊这是得用啊。所以大项都有，伊这得用，无啥是永远用出来，包括用出来，无啥是永远用出来。啊，既然无啥永远用出来，咱伫这物质的世界内底，伊是无可能永远。啊，既然无可能永远，圣老师才来讲，你咧追求爱追求永远的，爱追求真正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一个意象正趁着咱人，也搁有成形人，趁着也搁有人的形骸，也搁一个生物，爱用像一切的生命去追求。所以这个节奏真理，这是咱是做定的啦，追求真正真理。为什么讲真正目睭是看袂到的物件，倒是目睭看袂到的，是吃是耳通听袂到，伊安怎大强大义义性。但是咱拢要天天去追求看会到的、听会到的，咱要追求啥？一句话来解决，就咱肯定讲的，唔对。追求安怎的？圣经伊是一个足正好法门，啊，叫咱安怎去做？要安怎做？老师是安尼讲，有以食见我，以言行求我，是人人下道，不能见如来。我做这说出如来讲。那你讲，伊这声音，以言以声以声音来见如来，这是啥个？要毋过偏偏咱拿如来了，咱开始讲，众生是为恶不为恶，无为着得成，是为着不成。众生是安有吗？圣人伊是有智慧，伊是追求得成，为得成无为恶，无为不成。所以古圣人伊上表现出来，上带典型表现，叫安慰，上带典型表现。安慰咱水表演，台湾人就不通义会啊，家己咯。伊咧落衫咧，无半送你送到无半免欢喜欢喜本来就是。啊，真正我着当中真正属于咱的嘛，才是这个。真正属于你的就是这个，其他拢毋是这个。真的哦，只有是这个内在，这个这点真性，这才属于咱的，出来就是无就是咱的。毋过偏偏咱怎啊？是真正咱的啊，可以领地主个，啊开始来追求就是属于咱的，爱做这个无。啊，所以咱当有伊展现出来，伊一个意象，一个真正性的作品展现出来，讲性的讲，啊，富贵对我来讲，咱就富贵。伊烦恼无多年，无烦恼啥？为什么要安讲？伊嘛是追求老祖讲为道，为着真正是实在是内在，毋是为追求外口物件。我圣人安讲，圣人伊先说历代圣人展现出来，每一个就是安尼，离开无了就是安尼啊，没有办法。每一个是安尼做的，毋过。咱众生的作为多叫圣人偏相反，啊偏相反，咱无可能达到圣人作为。所以圣人讲到遮，只圣人离我不离我，这句话是要互咱做者真正，咱以后修道，来讲咱以后世发展的过程当中，咱要安怎用心去做啦？这第一要着啦。要到最后就讲个，我第一要着啦，咱从这个看做电视咧播，这边左头看到哦，拢算计算甲手算尔安尼，迄底要袂着啦，底着就是台北迄左头讲走路，人甲底着就是安尼，底袂着咱讲到世间，咱底到底袂着做，底袂着，底袂着40年、50年、100年过去，无半项早期衰落开规身过做，真诶，无早半项物件我看规身过做。啊，对着做呢，嘛是要早晚才能排着，恢复本来的德性，办着重要，都重要。差一点。毋管你伫世间有一有命无命，
到尾咧，等于拢无看出来啊。好呀，咧皇帝啊，咧宰相啊，咧啥拢做啦。喂啊，你三大无死去，观察拢两项是手出去，我来你甲看。我规下子跑跑，看所有人拍伊，我走看伊，伊就安尼讲啦。咱来查查拢查了无？证明伊时间多少钱？所以伊后壁出几项，即个看清楚了后，哦，气力。 这个两位，伊咱修的心理转变这两位咧，看清楚规白了后，气力，什么袂该去了，什么袂该做，伫咱这想的当中，我无完全出现是是无对，但是看清了后，心会转变，起心动念处，咱就开始爱变成人家，又对念头起心动念处对。 家己来清楚，家己若无清楚，我无去转停，所以转停无去观看，我来想三遍就是东西。因为该去掉的这个物件，你莫去就是离，处就是听听。该离开无离开，该承认咱无承认。 我对我咱讲是听讲，己所不教，我比己所不教。点德点就菩萨才来讲，众生点德，点德该过的该根本该过的无毋是根本的无该过，过甲无咱咱即个就是有诶，才讲大事放忙滚滚，啊小事咧，像比三五较点点。 较些人大事放松，小事比啥较点，气闭处处，即个心的过程，心的当然这伊是无讲着心，毋过伊即内底咱咧意家去就是安。看清楚规目，为着保佑的目的，要做啥物件，一定伫即内底后壁定有一个有所决定。咱过去所行路啦，就开始。 路若毋对，无修正过来，愈行愈错愈远。千千万万啊！路若毋对，伊无修正过来，愈行是愈离是愈远。但是若修正过来了，时间久，伊就恢复到本来的正道。所以才是有诶讲，毋惊只惊无前去伫诶尔，毋惊时间久。自哈免准备，哪怕时间少，讲惊咱心中咱行诶路线去行对。 偏离去，本地都甲愈行愈偏离去。但是若无偏离去，回倒来，心境倒来，时间的问题啊。所以圣经来讲，有一个咱的生活，像咱来讲，有一个咱的生活，但是时间的问题啦。啊，要下一个生活就是伫咱这当下，咱来开始哪个样子。所以这屁地处处这话题，当有爱当有，这是足重要的。 啊，在咱的心的处境的过程当中，咱的过程当中，咱来哪讲？什么物件该用，什么物件该收？真正落实伫即内底，毋是听过尔，毋是讲过尔，毋是意识上甲理解、甲了解就安尼样。那意识上的了解，啊听过讲过，基本就理解啦。基本是了解是理解，就是我就反映一个，就是我反映办事做做。有啥无依法行事？ 但真正依法行事，要去做到这个去，该去爱去。咱从干性听着，我老师甲我清理方面，你去清理方面听哪规定？讲清楚以后，讲清了，规个有是，规个有言，规个有道，规个有听。讲话术规个清楚清理来。我虽然他班，但是我认做啊。所以是就心理。虽然他班会啊，虽然在错知道，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性命甲交代了。 付出甲交代了，真正就是要咱若有做是咧做，讲真正来讲，随不着不管。有做咧，虽然也袂到，但是也无完啊。大家咱咱拢咧行，一个过一个，一个过一个，马马虎虎嘛，所以到底当中咱意义，而且是发生的吼，但大家我救一个。
时常捌讲，时常捌讲过啦，这是三心四意内底。甲咱知影，这拄仔讲的就是这心转换。咱要安如何将这心转换做对？可能我们做这个意处处的真正咧转变的过程当中，让咱修办落去，这心法一接苏醒心法，这个过程咱话差不多啦。这个放一下哈。我即阵即个是三心四意内底选四意，选八识为四意啊，选八识的是四种，八识的选做四种的转出，转出，你安怎转？这差不多性灵才大概上有交代啦。啊，毋过就是咱心土体会袂到，所以心土咧讲体会袂到。啊，当然我这是我爱参考啦。毋是讲我看的出来，毋是摕出来做个参考。啊，咱伫修的过程当中，转识为意，或者四意，转识为意，拢就是讲意处处，心里面该起，心里面该处，最重要啦。伊修学的过程当中，即个心法转无出来，咱伫修的过程当中，往往咱会不得力。所以不得力，讲有心要做，但是袂做出来。对啊。伊即当中内底咧讲，台湾囝儿性情强，所以台湾囝儿真实在。伊大修咧讲，即地包是地精神，地精神叫做如来藏，真正属于咱本来清清净净的清净。啊，这清，但以咱三宝内底第一宝，所一指天官所来处，人自性清净净。哦，啊，既然自性清净出来，这叫做清净的发心。虽然是三心发心。有三心，一体三心，其实是即阵的作用。即阵的变化是显出来，清净发心。啊，为什么台湾囝伫咱即如来藏就是来？毋过偏偏两到下底修了后，这地方是一般如讲，地方是开始起变化了，产生中性。我来看咧，啊，伊就可能嘛有太过对啦，纯因果，纯都是东西。所以从先哦。啊，总是啥？所以咱人书刻出来，告诉你现在
年轻人讲人民成绩顺先，顺主讲人成绩顺好。我人有卖境界无相共，我人有卖境，伊体会境到对人无相共。来到这个地底性，这个地底性，这个东性因为伊哪像出口，先的业底，后的业底，为什伊这个方面是延续着修理其他？修理是本来就这个物件，但是开始起作用了后，先咱讲会先伊有先分的，先分的，切换，开始我们先分的切换，但是先分的一切换了，咱为第一义、第一义。有点大，懂？我心里讲第一个爱懂，但我无简单，先分的一切法，而且本体这爱会使简单。毋过偏偏咱先分的一切法了，第一就简单，第三个了两个字啦，两个字叫第二，这肯定是喏。两个字第二就是先拢叫做到啦，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好好嘛。因为天地太紧嘛，有阴有阳嘛，并且这个天气了一些有阴有阳，所以人做无奈法，也是无人叫做安逸。台湾人这问题啊，对吧？哦，他的嘛，会叫咱这问题啊，一边玩啊，一边玩这个啊，这问题啊，哦，另外是第二，因为伊先分别一切法，分别一切法这哪八起，无条做不低。不低干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就一点五，为什么五四五零看起一点五以外啦？到这个时阵还是有来讲，五零了后壁就去叫互你出来，迄对落来安嘛，足有缘嘛。所以伊这个性内底来讲，咱第八性，伊就做八性要专做顺利，真正这个大环境。就是发展，那像是大阴阳，为什么大阴阳？讲这句话要讲话，讲对象无私，有这方面。所以无私就是无单个作用，无单个想法。红的来是红的，乌的是乌的，白的是白，青的是青。乌银来是乌银贴出来，汉银来是汉银贴出来。伊就变，这个无伊家己内底作用，这是物件。所以讲对象义务其实伫第一义不同的当中来讲，咱的自性见分，一切都只是要互你分辨啊，毋是要你执，毋是要互你颠倒。看到迄物件就水，是要来讲，迄物件安尼，水安尼，但是咱后壁咧。一般是出新真正文字性，卖就人见山是山，看到这种面真水啊，这种性人啊，面真水性人头歹啊，哪真水？但是真水听起来后壁无意思嘛，连什么意思都无啊，像你嘛有小人，知影语言来讲啊，伊是毋知影，但是后壁无啥意思，咱呢？这拢老做袂歹来听，知影语言来讲，我比较无讲，卖搞红气味，懂嘞？你到我无话题，因是我无处理，是我比较把你200万就好讲嘞，哦，200万就倒，伊后壁有意思，所以有意思，伊知影是买来改，知影讲袂使，伊也知影讲啥袂使，啥袂使，这个200万去，知影袂使真多嘅，但是你话有法紧。这叫做无法面，因为伊负担了这个不当，所以咱讲话都不懂如来，你讲是怎样？不懂如来，为我都不懂如来的，我来讲，这袂当去答，毋过偏偏那些过程当中，咱就会叫你答，叫你答完了，所以你讲讲讲出心理上还是你这因，你这五因六因的当中内底的分的取向变来的，讲讲事实咱用的是。众生是无情，本以为物件本来属于你的物件，在成就这
情形发生，你袂晓要讲。所以才要透过师父菩萨，透过咱自己祖师安尼，历代的祖师把这想法传落来，感觉要互咱清楚，要互咱了解，因为好心，要互咱真正讲啊，原来确实咱内心确实有这遮尔尊贵的物件，为什咱没有办法讲回光返照，向来自省，甲咱内在你该有的去实现落去。那么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讲，遐讲看着心，如如不动，伊知影看着知，如如不动，伊嘛知影，无属于我的就属于我的，该我的就我的，该我的该过去时嘛过去，一切法应用它如如。咱的讲这人是专，真的不是那个。我平常在这边会有人讲我新闻是先福音，我们这国家有点大，无该处的咱处，无该写咱写。该咱做咱无做，无该咱做咱做。可以懂是当中。所以地底是咱来讲法是要转做，地底是要转做数理，伊这是来讲形成爱情可能。所以就是讲天人一致，这是这是咱来讲是安尼。把这个分别这个心爽好做为我们一个安尼。到无会也小出现，无讲为一个英雄啊来这点，迄个人情我还是多。啊，这点就能叫延伸体，这点就叫延伸体跟单体了，一样。真好嘛。啊，无咱要想这点，要想到，啊，这点分别出来了，这点唔通延伸体，伊有作用，放大水，你就通灌倒来，同伊个永远拢属于安尼，交关来这种修啦，安尼叫做，然后属于一样修啦。大环境伊是外咱大咱，一点仔作用，一点仔会当受气甲就无，无不教，无法不听。心理描述，这是三因素，一般这八概互通，三因素，规个三因素八概互通，一切拢就已经来电，啊，你都搞看到无？啊，所以说我按拍到就是有办人有办人好做伙人有办人前面啊，含这个6、7、8年啊，对人好做伙安尼啦。我说出来我按有干。天干、花干、地干、条干，拢属于五干，咱即趟伊甲从这个干，啊，这个干人都看上好，这个干是这个干前面，啊，所以咱阴干有道理，哪像青的人小干，因不一生活，所以台湾囝儿这是清净，那么这个台湾囝儿啊，清净了，这根本性就无问题啊，因为这个内底清净了，这第七型这个转散性，这个第七型这个转散。开始咧传散个这第七式，伊也是原来是伊是成就仪式，仪式个仪式是这原来这装饰内底个，结果完全以前做这装饰为依靠，所以咱这装饰这是用我来做主嘛。咁无咱这原来是一个依靠，就送去了后，声音听去了后，因为我做出来，伊这做出来，因为我做出来，所以伊形成仪式，这原来是伊做出来了后，咱真正性质。因为搁出来地心内，第七式地心内，变一种心病啊。有些地心内，喜剧到东西搁出来了，第七式，本来第七式是无变，伊是咧传承的副作用尔。啊，你不对外口有副作用，本来无变。伊完全转做哪是心啊，心七式心就无变，但是咱这个心有变。有些心有变，咱第七式就传承出了。即句话以来，咱听着嘴，开始无满意，开始生气，开始贪念，开始嗔恨，开始羡慕生气，开始嗔恨心，这个个性，一切心拢对去产生出来，拢经第七式发生出来。啊，第七式就是家己做出四地第八式来提做出来。啊，既然第八式做出来，咱第八式做到清净，数地一地若转落去，第七式就转来出，心就无变，所以才讲平等性比心无变。平等这是平等的物件，看到物件背来物件，大项在咧背，大项在咧背，喙就是咧背，是无？这是转第七式，这是第七式，这是我来转做平等性。心若无变，就拢对性；
所以咱当今来讲，平等即啥？真正啊，平等就是啊，心啊变，毋免着乞丐啊，心啊变着免乞丐啊。这种个物件平等，其实是讲这。啊，讲这个议题呢，伊是专形式而且形式地底式，啊，咱政治地底式的情形，有这个末啊，无法法。先出来，诸天菩萨来，做出来，伊就来点这些。所有的他们点这些，所以之前希望是按点这些，反正这些点着啥物，点着反映唔过通过态度，伫咱内底的先从经济态度来说。经济变年都化作经济，经济都化作年都对这经济变了，太多的东西都变啊。所以啊，苗关是比较便宜讲，这苗关比较便宜性，这意性，这义务，这唔是义务啦。咱一般讲话义务啊，唔是义务功能，唔是伊的功能，真正功能是内底来，一线来，苗关是便宜讲，到后面这无地啊，成所作地，有些话是成所作。一切形式，伊地条头条这第8点出来，东湾行，这地条出来，咱像是物件出来，招着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目睭看咱都无迄人这我目睭看安尼变白啦，因为目睭歹啦，圣人看迄色，咱看迄色，喙圣人食着水咱也是甜，圣人苦咱也是苦，袂讲咱食着苦，圣人伊是甜袂安尼。不过是迄个心境性的苦甜苦内底出出来安尼，所以迄个是说比较是模糊。好，那你设比较模糊，比较清楚。咁啊，星座比那上交关名相人讲关，交即个台湾囝是相人。那么伊分别这个讲这个我清楚个人了解是啥？内底第八是情方面。第八点也无清净，人家讲，那以生死的心，以生死的因要受无生死的果。用讲互咱一修假无理啊理啦，讲理啊理出来也无可能啦。啊，你讲这想法你对无对，想要修明心捌超生了是唔明无？安尼讲对。想法对无对，啊，你讲以生死的种子要来受无生死的果，以生死的因要结成无生死的果。一定爱以无生死的因来结无生死的果，人家不生才不灭。那有生要不灭，无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即马伫即内底咱逐看即个物件，即八识是安尼讲。所以即第9识、第8识、第4识、第6识，是安尼模式。捌一个模式，这是老祖先主来讲的，头一个三项心意。但是后壁讲气必出处，真正主宰迄个气必出处，迄个做真正迄个主嘛，主宰者，这个爱主嘛，这个主宰者。什么人叫讲气必出处？要互咱家己分化，这个代替，这个代出，这个主宰者家己也无找出来，人家讲爱找出咱本来的主人，找出本来的主人，甲本来的主人拢爱找出来。啊，主人我若吹出来，咱将来一楼，将来一楼这个学校内底，新正主人。啊，今仔电脑已经结束时，咱嘛反映这是咱主人，不过咱这个主人有啥物说，咱修行过程当中，嘛，看到当看到无不得的。伫修过程当中，当无道理，当无德性，当无情绪。过去圣人咧修是看做描书写书了，不在书。过去圣人咧修是安尼，透早安尼袂是啊，逐家拢为了念书咧想，逐家拢为了念书咧烦恼，包括上面这个，开口，心念动，拢是为了念书咧想，咧想个。啊，咱像咱咧修咧修啦，真正是有修人，逐家都为了。啊，当然佢就有梅花嘛，有梅花嘛，花反正係年輕嘛，咱大地嘛，即係種法。所以本來主人係做出來，那麼本來主人係做出來，就
那正常的经过就是正常的通过方法5、6、7，这是正常的通过方法。第5式，头前这成数你看了，经过第6意识分辨，这样经过第7意识观赏，到第8意识做出来，这个3个出来，经过元素个，这样套会老师、套会营养、套会水，我把这个啊做一点啊一寸，哎呀，一寸。我听了一句话了以外是，因为目睭看去先看着了以外，就要意识分辨，分辨了第7式观赏来第8式，观赏出来了，再对第8式5到7遍，再到对第8式转到第5。所以呢，我欢喜了目睭就跟外显，你那就去歹看。哦，啊，这个话，这句话听了欢喜了，目睭就去从本来是在倒落去顺两就门开，哦，变出来啊，就开始切伊。啊，这样是自我学的作用。啊，真正主宰伊个因为在这东西，啊，你东西看到，看到大腔无言，迄个声音就知，迄个声音叫大音提升。无你完全无当看，无当听，但是就会知是。咱做出来咱讲看到100,000，36000，看到就是36000日，啊，你就调做。爬起来，你起来，你坐了，你困你倒去，但是你哪会做？咱来个人另外讲，伊看袂到，伊大看袂到，小眼这个看袂到，大腔不明。所以你这个观点应该是安尼，所以叫做有因有果。第5式这是看到的因，因来修行你才成成理。第8式果，结果嘛。但是脑子性的伊，可能用做一家咱来讲，伊怎啊变成500、6000各因转，本来修是爱修因，伊有这样结果。但是到尾怎么把东西规划导因为我，伊做对你是好，好第先看，第5式看到了后，第5式前5式看到了后，开始爱用对。咱用意识去分辨啦，开始爱学对第6式来，看到了才对第2式来，这个较无可能。就讲乌龟去到本来迄情形是台湾囝，好比台湾囝伊做会出来，这个专注点转会出来，由于专注不流行，这个做会出来，免惊你想袂到啦。当然讲这个讲咱针对每一件事看到了，就是开始爱知影讲啊，原来咱伫伫个倒。伫咱自身咱本来这真性，咱要安怎互作用发挥出来？所以这样会讲专修。一切修炼咱是来去做啊，这样专心提升，这样专修但是专提升，所以560个因。把第2式，对第5式看到了，才需要对第8式开始起作用。第8式起作用了，才经过第6式、第7式，这开始形成出来。哦，入来了后，才讲单元5元、单元5元5是性，这是我一个实性啊，是种经验。8式这是性，我像说细说讲出来是经验，是个足有名的话，但是这袂是性。为什么袂是性？含第8式、总式，还佫是虚妄。第8式。总是个是义务，伊也不真实的对吧？哦，所以这回是什么啊？他没有事情。所以再来讲，由于专处不离处，这个专处爱哪个到底要前面安尼果断思辨，真正咧专利还是讲伊多用分屁屁处处，知影了后，甚至咧讲迄句讲，怕业气只怕家己，唔惊你业气要上啊，是惊你家己千上百。哦，唔惊你业法事，是惊你家千上百。这个家千啊，知影了当然就会走。为什么快刀斩乱麻？所以讲地位儒养，地位出来是要掌管一切看你所办，这些专属不留情，袂使留情。那个留情，啊，就讲咱只有了解尔、知影尔、听尔，哦，要做，真正要化作实地来做，看是心里面。意识伫心里面进行，心里爱先行。这内底明白来知影，你若讲我。
身体形做，身体形的进程，心若无心行，心若无行到十足的功夫，心咧做，心行到十足，心咧做啥有可能才去做事情。啊，这是主要。所以当时吼，看到伫册当中10分钟有困的时阵剩10分钟。册的时阵休息10分钟，困的剩10分钟。迄真正有影，困无法度把做咱困咱办，即个困动作袂来好袂伤。啊，毋则人讲性命无人，伊种成就，有梦便实，有梦便现实。啊，一个人若愈事愈济，一个人愈歹困中愈变真歹。反正咱话，什么人咧负责个困？囡仔一个月咱20、24小时20点钟。一个你大人付20点钟看卖啊，逐个人甲付20点钟看卖啊。一半日下啦吼，做点3年无3，啊像这边讲业个吼，这到做2年2点钟，吼，20点啦。但是先算3点甲付20点钟看我多，我多啊。啊，若到老人呢，是我了都可以啊。囡仔，伊个困的品质上好，伊个困的时间上长，伊困内底上多啊。只愿答大讲，伊个思路内底也佫上清晰。伊甲佫接触原来迄个先天上去，啊，咱愈行愈离谱，啊，愈行愈离谱，远了，咱要关乎应处，咱家己真正要即个种，无论是啥物环境内底，拢会当遇到真正是环境，真正是真正会容易，真正是上面，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初性来讲，屁必出处，这个法快行之后要改造，要改造。该领爱领，咱说说在管，该下要下，该领爱领，当下要下，当领要领，当应要应，这才是真正的领。啊无，叫安尼看，上算无安尼，规个甲别个做一伙安尼，会啦，修行若有诶是原来是百步步袂当袂啦，认真讲一定有啦，啊若无是个性无讲做。无这个代志啦，毋过咱今仔天道伊是要咱了解是，是要咱传播的，毋是要咱对人咱好过，才会知影。若要对人咱好过，咱来对对行落。钱趁落济，啊，就未来做一寡时间，啊，就慢慢有钱把过出落去啊，免惊无钱做，凡事做个自然，好势得福，随缘在啦。这会知影，修炼从伊嘛无少，所以。研究性的经验，我是讲担心啦。咱今仔日对这个生活这么殊胜，哦，这么无简单。过去会先修护的，师尊师母咧到18代了、到17代了，把这个物件化作一个圆空样，互咱大家自心内底记录心中，像看这个当咱中午灵神光，哦，互咱逐日用处不离这个，处处也拢记着，拢是。首先，咱有啥物经历了后，咱袂加钱啊，给我讲，天天咱意识都可能都有环境化，大家一起比做，钱在一起，进不带来是不带去，这大家一起比做，偏偏就是百分，遮奇怪。要讲咱无地位嘛，咱都知影；要讲咱有地位嘛，咱知影讲无大，偏偏咱都做这看甲巴巴死死。原因在，原因伫咱。新加坡教性的发展可以起来，真好笑来。所以讲成功的，而且内底咱研究经济方面的方面发展，一般性不看这些发生与性命嘛是安尼开始的啊。当然讲研究经济嘛，咱讲讲什么咧？台湾啊，可能普通安尼无哪有变嘛，讲物件量相对，讲了相关，讲市高，讲了相关了，啊煞做袂煞伤少过来，煞伤少安尼。啊，当然我讲咧无啥物，哦，无啥物意义，无啥物个人的什么意义咧，都个是性来开始，屁必出处，咱来知影为福不为祸，咱知影时间10点我们来答我啦吼，咱是做咱的辅导者，咱大家3。义和圣堂挂加六单监理就位。
声来用听伊去游。旅游性的当老街有户之间，咱一贯的全国总会，咱要讲老街有历史性，咱的天街、龙岗、五老街咱各位老街各位养文书。各位咱的同事，各位咱的父亲，咱的所在地，各位市长，甲来自中央各级县服务秘书长，以及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团，咱老太爷，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各位秘书、各位先生，今仔日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我老姐跟我有大家讲过，是咱看到一年有4个这个大节，咱今仔日是一个秋节的一个日子。咱旅游圣人会当用着这好的一个日子呢，那么在利用有性的配用，以经生产旅游的这个典礼，今天咱推示咱各位啊，安尼做来参加，来有性人所有咱遮的圣众来恭喜来祝贺，我不但感觉讲欢喜，感觉真高兴。咱有性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政府呢，较将所有那么建立这条等等这个证照呢，来准备开始来体验。历时6年，这中间也是咱每年的初一，那么出现出现旅游，所以才会当讲6年中间分切两医生。大家呢，要讲节刷清淡，完了最后咱能够顺利圆满来完成咱圣人的英雄。今仔日，咱大家一面头前呢，就是一座真正规模、真正雄伟、真正庄严的一个建筑物。这建筑物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道路，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的愿力，就是前日的初一，那么共同来达成的一个道路。所以这道路从今日开始来启用，那么伊就是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公民力量。咱大家所在，一般道，那么道亲呢，已经将近200万位，200万人。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个人法律不足，会当符合着大家遵守法律、盲比违反法律、遵守国有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教。所以呢，有这一贯的存在，一贯的发扬，那么呢，让咱社会啊更加安定，人心更加祥和。所以今仔日，咱这个内容有真特殊的意义。咱希望讲，咱从今日开始，咱关咧这座这大的道路开始来使用呢，咱大家来好好啊来运用。所以，会当让更加多的父亲来教会，那么这样呢，会当社区依法社会大众，感受着咱一贯道，那么这个教育。
过年，那么菩萨会当照顾一下，人都会当记录着，他正是万年真正才如果会些心，那么呢，咱心清净，大家会当通过早起来好记录，互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相是安和，而这个境界。那么咱人生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那咱来鼓励祝咱有性人，那么从头来努力，那么会当咱利用咱所有的利用咱所有的观众，所有贵宾，各位有请娱乐，主持人，是这个时候，然后是娱乐万都给他亲戚点赞，欢迎各位前人，各位点赞师，各位兄弟姊妹，高兴！今天啊是新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到这个秋季大典这个大喜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圣堂今天大典这两天，我代表香港新义同志到这个会场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香义圣堂陈先生周表师还有其他各位人士，我给他们几位道谢。我们老前人推崇到现在14年，我们大家都是行义理后学。那么在这14年之中，我听到很多人讲报答老前人，那么怎么报答呢？我就不太详细。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义和圣堂，我听说不超过10位点分师，大概是8位，也不得数字。在这个何老先生归宗以后，这个义和圣堂的各位兄弟默默中耕耘，用实际的这种行动报答和前人。
实摆在眼前，就是一面巍峨庄严的我有啊。很大的一种才修道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修，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今天我看到没辜负和谐人教导我们，也没辜负上天赐给我们。那么我就不想最后我送给一国圣堂这两句话：道基永固，道的基础由现在开始，这是一个道的基础，永远坚固。德备八方，我们行道啊，这种德，将来一步一步普遍发放，这是全世界，把我们的天道的光辉发扬出去。谢谢各位。在刚才咱我老师自己的咱做一个谈资，咱做一个鼓励。再来，中听的咱一欢迎公益六。社会上每一个角落，刚刚王院长说，我们将近200万，我想我们道清应该不止200万。那我们有200万，占了我们至少200万，占我们总人口数呢，至少在1/4以上。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主流价值传播出去，我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祥和，社会会安定，国家会富强。那么我想，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感想跟观点呢，跟大家共同来勉励，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把它讲出来，大家共同来努力，共同来传扬。谢谢大家，也祝我们道路昌隆。那么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感谢咱科技院主秘书长呢，甲咱做一发的这个致辞。会使讲对有了着咱这个一贯道伫这个社会上呢，伫过去到即马呢，一直拢总是扮演这般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嘛，希望呢，伫未来咱更加会当付出着咱一贯道地主呢所有人的这个职责，更加打拼更加努力。来做着这个净化人心的这个工作，使着这个社会呢会当更加更较祥和。伫这个所在，咱由外要再度以着咱的掌声来感谢着咱感谢着咱这个主秘书长请来以着咱掌声来感谢。
天啊！你是近视嘛？哦，近视。来，慢点，来敲鼓哦，敲锣。没有啊，第一小时我搞的人在哪里？来报名，不敢大声啊！他没提了，卖锅。那个不是血啊，那个红色的印啊，嘿嘿。盛大壮，盛况。郑炳坤高中1科状元，林之莹高中2科状元，蔡东林高中进士1名，陈正斌高中进士。高佑豪高中1科状元，吴文新高中2科状元，张嘉瑜高中2科状元，王怡高中进士1名，关嘉怡高中进士1名，张欣怡高中进士1名，杨信上高中进士1名。对，辅导员，第5队。好。那个何光庭高中1科状元。
是高中2科状元，清华高中1科状元，王君伟高进士，侯雅欣高中进士。萧一山高中是。温家儒高中2科状元，蔡梦华高中2科状元，蔡雅文高中1科状元，李景雅高中2科状元，张慧英高中1科状元，高中2科状元，高中1科状元。李炳军高中进士，蔡金惠高中1科状元，蔡婉玲高中进士，李嘉汉高中1科状元，任敏芳高中1科状元，任敏芳高中1科状元，李雅萍高中进士，李国伦高中进士。谢东俊高中2科状元，何宏雅高中1科状元，宣高中2科状元，高中1科状元。国佑高中，来照牌，你左，来排第一个。国佑高中2科状元，排第一个。高中2科状元，然后中秀3科，乙左嘞2科。然后维新第3个。进士哈。2科状元的过来。维新排这边。这里没有的。蔡维珍高中2科状元。高中2科状元。有奇一个。哇，状元进士是不是？
就这个来大家请一下。所以，若收容法度会晓强伊强定，吼，好好支持咱的爱晓理解会强，这个干一定尽量好，要尽量好，所以讲所以咱呢，若讲有研究易经的人，拢会知影，在64卦当中。 64卦内面有63卦呢，拢是凶中带有吉，吉中带有凶，吉中带有凶。然后凶就是有祸，凶啊，这个就是不好。唯独有一卦，就是乾卦。 乾卦呢，敢若有吉，无凶，有福，无祸，为虾米呢？易经内面甲你讲，谦亨君子有终。 谦亨君子有终。这就是甲咱讲，一个君主呢，以谦和的这个态度来做代志，那么这个代志所做起来，一定会安尼顺顺利利的，足顺利。 所以讲，你若讲，是讲该控股自代呢，还是讲要来做啥物代志呢？可能无遐尼顺。所以，我甲咱写过一份，
种啊，这种形式的迄种类似的迄种，就出现起来对啦。种一本的吼，啊伊顺续来讲，迄本叫啥物名？以下的本小说叫啥物名？哎，就甲伊讲，好。飘，敢若一句飘就对啦吼。那第二个讲飘了，翻后一个看过，啊，至于作家呢，那会无歹人，歹势个一个人讲，那个面红耳赤，逃之夭夭嘛。然后为虾米呢？咱刚才讲，这个飘呢，这个小说的东西，著名。世界名著，咱捌看过一部电影哦，《乱世佳人》，轰动全世界。所以讲，伊写过20、30本的这个小说呢，来讲默默无闻，无人知影，无人知影讲伊咧写小说。但是伊写一本的小说呢，轰动全世界，会使讲，来讲，而且呢，拍出电影出来呢，会使讲，到目前为止就对，无人敢落去演像这种乱世佳人，所以呢，连续看过几遍，百看不厌。所以，咱时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咱拢会去高抬自己，他没有发觉到。所以讲，我们要知道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人外有天，天外有天，咱永远爱去体会着讲，不管什么时阵呢，拢有比咱好较厉害的人，伫咱的身躯边出的。所以讲，咱唔通讲为着一点点啊，即个成就呢，就安尼沾沾自喜。所以讲，能够自以为是的人呢，但是啊，等到有一天呢，伊若去踢着铁板，啊，突然间哦，才会发现讲，家己啊，只不过是小小看看而已。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已经把人当作是一个笑话了，是一个笑柄的对了。所以讲，如果讲小可成就就对了，小可有勇气的人。伊较输若讲会当有迄种谦卑为怀迄种成就，相信讲伊会变甲更较伟大，而且呢，受人的尊重甲尊敬一定会更较济，较济一点。所以咱华话讲谦呢，谦就是谦虚恭敬和蔼的种。咱的10部条规内面的第7条吼，第7条讲叫做谦恭和蔼。那么谦恭和蔼，咱讲起来就是讲，唔是只有是对前辈者、对点传师，或者是讲对前线的这个干叔啊那种谦恭和蔼，而是咱是毋是有对每一个人，拢总共款，一视同仁安尼，拢总安尼足谦恭、足和蔼。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咱身为一个修道的人呢，咱是毋是做着安尼？
就是讲，咱应该对每一个拢共款，谦恭无限，谦恭无限，假使讲谦虚啦、礼让啦、恭敬，这若会当用在什么所在？咱的家庭，相信这个家庭呢，能讲一定会足幸福的，所以咱互阿讲着安尼呢，姚太太很笑啦，欢喜啊，因为安那，咱互阿当地学习，所以讲伊就体会着啦。那讲起来是事实哦，因为咱互阿去体会就是安尼哦，一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同年同月同日啊同时生的人，无一定伊的命拢共款，无一定伊的命拢共款。这讲着啥？讲着咱互阿，因为咱互阿是双胞胎，咱互阿双胞胎，所以讲，共年共月共日搁共时生，还是无共款。为啥？因为咱互阿以后要来受的共款。讲起来是来计较啦，因为咱过去都若是共款吼。所以讲，咱体会是讲，亲像阮弟弟安尼吼，双胞胎的弟弟，看起来就对啦。为什么？人讲，人以后要来修学道的，所谓的生活就安尼变掉，是讲，敢若讲较无正常。所以讲，因的家庭即个安尼吼，方面，所以讲讲到这个地方，伊讲很大幸福，所以咱互阿当然啦吼。尽量就是讲朝向这个目标，咱直直学习，行落去。就讲来到福冈呢，足安尼，足谦恭、足谦虚、足礼让的安尼，等到厝了无共款，面包无，安尼嘛无好吼。所以讲最近咱互阿安尼吼，这几年来对啦，这几年来安尼吼，体会完啊。受着咱各位前辈者甲咱互阿去鼓励吼，较疼，甲咱教导，那么咱互阿用这个体现出来，我修行法度就是安尼落去。所以，若修行法度会晓谦虚、恭敬，好好举起安尼，爱晓礼让、会谦，这个家庭一定真好，一定真好。所以讲所以咱呢，若讲有研究易经的人，拢会知影，在64卦当中，64卦内面有63卦呢，拢是凶中带有吉，吉中带有凶，吉中带有凶。那凶就是唔好，凶啊，这个就是不好。规度有一卦，就是乾卦。乾卦呢，敢若有吉，无凶，有好，无好。为什么呢？内面甲伊讲，谦亨君子有终。谦亨君子有终。这个是甲咱讲，
一个君主呢，以谦和的这个态度来做代志，那么这个代志所做起来，一定会安尼顺顺利利的，足顺利。所以讲，你若讲该控股自代，还是讲要来做啥物代志呢？可能无遐尼顺。所以讲，我们才有讲亨通之象。哪一个顺时的时候，就是亨通之象。亨通之象，那啥物是亨通之象？就是跟咱讲命运好，没有挫折，很通达顺利。做啥物代志，拢足诚顺利安尼，伊逐项代志拢很通达顺利，就是亨通之象。所以讲，谦和的这个风度呢，是对咱家己心性当中去修养出来，去修养出来，并不是讲。咱用勉强，勉强会出来就对啦。我都勉强，要很轻松可爱的话，就是讲长期的培养，你家己的心情当中，一个咱讲优秀，安尼有修的人士就对了，一个君主呢，才培养会出来，绝对勉强会出来。所以讲，也只有是君主呢。才会当自始至终，袂去傲慢，自始至终就对啦。自头到尾安尼呢，一个君主才袂去傲慢啦。所以讲，咱好势，即摆来讲一个骄傲甲谦卑两种无共款的人。骄傲甲谦卑两种无共款的，这是实在，这是事实的代志。就是讲，两个拢共款伫咧写书法，书法咱知影就写一个做毛笔字叫做墨法书法。写书法，书法写人会好咧，当然是代水，但是伊人品改良。那有一位书法家呢，人伊呢。甲一百这个墨宝写好了要送啊，伊拢会足客气。我著写了无改好，请你笑谈，安尼毋通甲收地气啊。比如啦伊若要送咱外行来讲，伊拢会讲阿文啊，写得不好啦，你不要，请别见笑啊，回去以后再慢慢的看。伊拢安尼讲足客气安尼。这个是一个真客气的，迄种心境。但是另外呢，
伊就会感觉讲，我写100字话要互伊的时阵，伊就会搁讲，无人会写比我较水啊！你若摕到100字是你的，你才有法度得到。那无人会写比我较好。无毋对，有当时啊讲，咱至少因为咱若毋捌书法的人，咱会感觉讲，伊可能写了袂歹。但是，咱来知影讲，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是毋是安尼？一个专家伊看起来讲，你的程度到什么款，目睭甲眼了一个人就知。所以讲，这意境上就无共款。假使讲，甚至你若讲家己讲一句讲，啊，有别人讲你的字写了安尼，佫无够，那么你会惨，这会找迄个人去冤家。讲哪会使讲我写了无好，我写到遮尔好，但是意境无共款。所以一个书法家呢，伊写的字都达到迄个水准，迄个涵养。那另外人讲写，伊就是用像讲人讲啥，一个家甲一个匠无共款。匠就是讲，我要安怎安尼，一个公式安尼，像咱咧做行会共款安尼，咱要安尼考，就是安尼考过就好，伊拢无一个，安尼讲。所以讲，这就是一个人品就对啦，人品啦，概念啊。比如讲像过去啊，这是比如啦吼，那伊讲白白写一字安尼，铺题，要挂伫一个所在安尼，人手伊足客气的，人写铺题，字写出来了，伊讲，你叫另外迄个不共款甲写一个铺题，景。伊讲我写这个足水啊，无人会写比我较好，但是摕去互伊看了后，伊讲毋免看我爱一个，书法家人会写他的人品方面，就是涵养方面都是有够，所以讲，这也是咱讲修养学道内底一个欠的一个方面，但是达到遐，他人品方面就是有这样的价值，无共款的吼。所以讲，易经内面有安尼一句。咱讲个啥？上后提起。
到弓，蹲到弓，对面坐椅，右外位坐椅，会反过左，一个再过左，坐椅。 前进右侧退，坐椅，反过手，后再左左，前，会，这个起。 双手针，这起手起，双手放行，这起后左，横进后线，上踢。 向左，坐椅后左，线。 会，这起双手针，这起双手放行，这起后左。 横进后线，上走。坐椅后左，
位，预备起，双手针。预备起，双手后行。预备起，后左，前进后退。双手后行，这起，前进后退，闪后锁，后带后锁，起，坐椅，二归在位，我坐椅位。后手，后带后手，坐椅，两背推翻，背面坐椅，背后转地弓。
子30公里，前到1公，再1公，30公，温到1公，再1公，30公。前道甲分道分道提走啊，这头是较听啊。今日应该是在讲国语啦，啊，我嘅国语哦，台湾国语，你只讲哦，你讲嘅国语无标准啊。啊，我即个开篇哦，基本嘅时间，啊，有讲我讲台语来讲顺啦。啊，呢哦，即个讲这个时间。咱这个印象人数人讲这个语言啊，这个话语，啊，基本的时间大家讲不出来。各位前面大家早安。今天是梦想天主题，做事如主，一家舒心舒乐，老大今天再见。咱老前年我大谢谢，因为咱电影节有鼓励出，我们天的所有在回话题，到底大家在一个节目上来长个电影，然后后面一点太大了，因为发现出哦，分注意我嘞，啊，你我分钟啊，分钟就对啦，分钟大概是多多嘅啦吼。啊，我哋就讲啦，家庭一年啊，有欢喜啦吼。恁这个讲青少年班，啊，这个青少年班以来讲啊，咱国家嘅主力吼，啊是咱以后做成为中间干部吼。啊，所以咱未来发展嘅角色上最大。啊，我就是科技对啦。啊，你若无我分那个我那个是摆在那个，你若感觉？你若无地方买进来啊，啊，所以我感觉哦，这个上底下啦吼，咱哋就在你那当规定呢，会当面不限啊，所以讲这个主题呢，这个班就咱规则去更加入线，啊，去更加了解。啊，你多参班，啊，多听，啊，多了解，啊，反正这少年的心吼，来讲就就安尼哦，静起来啦。啊，因为我感觉讲真哦，咱一若心要静哦，做不到咱静。因为少年人的心动嘛，血气方刚，借助在斗嘛，吼，这血气方刚吼，啊甲血气未定吼，借助在色，借助在斗吼，就是咱少年人到中年人吼，是种啥做咱依家控制，因为吼，少年人吼，伊是爱借助血气，这个血气未定，借助在色嘛，吼，啊色是恶念，恶念的讲吼，爱执着，爱生，爱拉，吼。这血气未定，我看的是借助在色，即色的体与色的色的情况下，爱见得爱生，啊，形色嘛，哦，啊景色嘛，哦，花色色嘛，哦，啊是安尼，爱即个讲嘛景色，哦，爱见得爱生嘛，哦，啊爱去外口坐百货公司，爱去啥时啊，哦，爱去这成情啊，对啊。啊，像这个吊车啊，结党其色，以这上呢，血气未定的，刚好借助在色，它色等于加光啊。那心上面在动，为什么会动？是讲那心不造出来，造出我靠爱我靠你啊，所以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刚好那这少
少年人哦，血气方刚哦，甲这个血气规定这个生理的年龄层内底哦，咱就是讲做较意思的哦。做意思就讲哦，咱年轻就是咱这段时间是上介个最好的时间，就是年轻嘛。年轻就是讲哦，伊的头壳好，伊的体力好，伊的思想敏锐哦，伊的行为活泼。安尼电龙讲就讲，是咱伊咱这一生内底，伊上介下好的黄金时间嘛，黄金时间嘛，黄金时间就是讲嘛，这时间上好用的时阵，但是哦，上介好用啊，就是上好用。哦，上好的时间，上宝贵的时间，上好用的时间，哦，所以就浪费掉，还浪费掉嘛。哦，所以咱进来到好堂讲这种，咱就是爱学有书习书嘛，哦。我们现在在口述，咱去考试，咱去读这是为了啥？为了考试嘛，考试为了什么？考试为了什么？为了未来啥？考试是伊的答案就是啥等于？是不是等于钱？为了光明义务嘛，是安尼。考试就是讲我以后咱要做较好的职业，要食较好的头路，要赚较侪钱，要买较侪水衫，买这个车买较好的，为了钱安尼嘛。这是咱今日哦，学而思习书。但是咱今日真正讲咧，学而思习书，我考试我考试考完了，又要叫我复习，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学而思习书不易产物？还是不易业务？不易业务还是不易产物？应该是不易产物嘛但是为什么圣文？圣人甲你讲学而思习书不亦乐乎呢？乐就是欢喜嘛，由内心产生这种伊的喜悦嘛，喜悦就对了嘛。欢喜就讲哦，我天天读圣人的书，愈读爱会愈欢喜哦。不是现在考试我天天背国文天天背遐历史地理大家背遐历史较便宜哦，背到头昏脑胀大考到完没完，小考完，考完那种。所以咱这个孔子能够书的写就不业务，这就是讲我们这个喜悦，这喜悦这个悦吼，交这个乐种乐还是读乐？那应该说种乐是种乐乐，是种乐乐甲读乐乐比种乐乐来讲，种乐乐、读乐乐安尼啦，爱读种乐乐甲读乐乐安尼啦。那这个乐高乐呢，就是无共咯。因为我穿那水衫足水，甜美，那是快乐嘛因为今天我感到我自己的脾气毛病改起来了。我从完以后，我改变脾气毛病。我由内心世界产生一种欢喜、喜悦，这是外在的。这是内在的嘛对，内在东西我们叫喜悦嘛。喜悦啦。咱这世间的物件是一个乐，就是讲我快乐决定的不一样。喜悦那是久的，这啥呢？这个快乐是短的。完了嘛，也计划一个啥总体安尼嘛。我们今天学到就是了解到慧体先佛所讲的道理，咱你感觉讲真欢喜去接受安尼。这真欢喜接受拢举讲的我今天开讲到下晡10点嘛，开讲到10点应该欢喜，你会欢喜的，更会欢喜嘛我看一只久，有时袂成一工讲而且心爱愈接愈袂调，愈接愈艰苦，今天我们赞成我们今天修道嘛，就是咱今天想着讲要安学而思习书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就讲因欢喜就讲我有感受到，我有感受的这个真理，我有感受内心世界，我有一个啥呢？有一个道理存在。这道理这喜悦就走出来，这个乐嘛这个乐里面看咱家己去甲分析，它是苦嘛，所
所以讲你讲的讹你啊，邪讹这讹的，就是讲这是一种重点，那个原则嘛，啊。所以这个讹了就是讲无当去改去改出的物件，讹了代表，伊是这个啥形容词？伊是形容词嘛？形容啥？形容咱后面有一个活性，好像就是性啊。咱就是这是重要。今日有话咱来接者，我的朋友，我去学着迄个，学着就对啦。啊，迄个讲叫理，迄个叫理嘛，对不对？迄个物件啊，以这个本体来讲是叫咱理来讲，但是用这个形容词来解释，叫做理嘛。啊，所以今日去理解，理解嘛，理解就对啦。理就是解嘛，解就是脱嘛，解脱我们把它叫啥呢？解脱我们把它叫做业嘛，但是呢，该把那个叫做业就对了他说邪恶属喜不离，属就是不离嘛，喜喜结结不离，无离这个喜的啥呢？26属中嘛，26属中嘛，26属中嘛，喜就是26属中，你无离开这里面，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啊，这个喜呢，讲这个喜就是讲稳固而诛心嘛，喜就是稳固而诛心啊。好吧？啊，这心就是应变的应变嘛，应变就对了。那么你今天站在喜的讲在无环境，它就随缘自在，随缘自在嘛。那你当随缘就上环境，我们都感觉到很快乐。无论是富贵环境、高级环境、金钱的环境、好环境、坏环境，咱都足自在，随缘自在。后面很甘愿，咱足甘愿去接受那个环境，足甘愿就甘就是讲简单的甘就是讲乐嘛，欢喜就对啦，足甘愿甘就是足欢喜。我食是也足甘的，这甘环境咱我嘛感觉足甘的。我今日去做想，我嘛是感觉足甘的。做个简单的道理呢，这若无写这个了在顶咱免大家搞这种的意境足困难的代志啊。我是安尼。所以今日你讲，这个啥呢？这个稳固而诛心，这个固就是讹了嘛。诛心就讲咱应变，讲站在什么环境中，感觉我拢无通应变。富贵环境、边境环境、要求环境，我拢会当随意而安，随缘而修，随缘自在嘛。这个叫做业，业就造得出来。这个邪而属喜属还是非产物，应该是这样的啦。这么就来讲出讲有朋自远方来为乐乎啦也是说的呀。我这单讲明白了，有朋自远方来你若到是讲大家拢来阮兜困，你是我的朋友，逐三顿拢来阮兜食，我大家你来阮兜住一个，我就非残我呢，怎样呢？来阮兜困困规家拢走啊！讲啥迄个，我讲这个，较早讲啥呢？这个下雨天游客颠离我，日本我住了懂的啊！大家到底我家要食，要困这个我就非常关呢。但是咱本身讲有文字也方面非了，这种不简单的呢，这个诛心。所以诛心而亲，因亲而敬，咁是安尼。所以有朋自远方来敬朋的，讲志同道合，心理相共，心理相共，思想相共。所以今日你人讲朋友我天涯满天下，找到了一个诛心的少之又少。恁是把恁心内话会当去讲，互我上界基心的朋友听，吐露着我的心声。这人讲，车主
花嘛这门注花这门伊个法律包括一个，家己嘛是平，阿公某嘛是平，公孙嘛是平，家己嘛是平，姊妹就平，朋友嘛是平，这个平的包括真侪讲，今日咱在这社会就讲会当邀我讲有话伊的朋友足少的，毋是阿公某不能讲有话呢。家己不能讲有话呢，朋友不能讲有话呢，但是今日去做法，你讲有话，爱当讲到足久的，有啥人一杯酒，人一杯茶就干咯，安尼前几步的，你后去交俾义工人，咱个叫个 A 位是怎干咯安尼吼，刚刚心相印是一件事情，为了让你不要出病心相印，那你说你上会长嘛，咱在做嘛，刚刚做完的，那若无心相印就干咯，去会场老咱怎么讲？你看这话来。你创啥货？当时安尼所以这里就个伊的重点是讲主心的啦你今日去要交啥物来做朋友？交上天做朋友，交神佛做朋友，要交上天做朋友，要交神佛做朋友，要交神秘学做朋友，就讲咱的心、咱的思想爱交神佛相同，爱交上天相同，所以合天心，合天心嘛。合天心，咱今日咱的心就交啥呢？交天的心相同。虽然是天加咧十分，但是今日咱的心交天相同。其实人讲一个查甫的来上一个女朋友，是毋是今日去女朋友伫台北中间？是女朋友台北哩，我今日台南，女朋友伫台北，我咧宿舍的中间是毋是讲女朋友伫台南一样啊？敢是安尼？因为我的心和他的心一样啊。若假说今日去一个上来一个阿公我斗阵做，思想无共，观念无共，这个啥看法无共，是毋是讲今日去虽然是大家斗阵做，但是啥呢？貌。身体。这大家知影嘛？是毋是安尼？这点中间就比较注意讲大件哦，卖讲给我听啊！你这个请出的人数来甲恁开始，也希望咱各位在座的之外，大家的同心未来的动力大家心也来为这个对，安尼把手那个把手你看，你是安尼个你麻烦你把手安尼干嘛？那是安。我因为这个时间啊。大众起立。前兆公。圆山庄完参观到场。因这本体便是伊，伊本体就是伊啦吼。因咱纪念伊本来本体就是个良知啊，良知甲错点伊就现。良知若无良知，家做主人就恶，伊较侪是恶较侪是对人做事。所以若是到啥是，像做在康当的当中啊，就是叫做无进步。无进步啊，就是一样，就进步干，进步干。所以你一这机器就是要做好这物件，做好这物件，那像落后落败，高温落死啊，是像这样精，这这物件是什么？都不对，用的不了解，所以心是体，伊是用，心意用它，心是体用，伊是用，心是什么了解哦？伊是分别。伊是要讲伊就是这像我迄个心就是这个，这物件你看你较感觉卡住一样，这个。所以你
伊的出发点，他不经常带你直接，你的心爱做出来，心是心的本质要来。零滴滴滴是，零滴滴滴是理想的是用滴，会当讲是心是鬼。虽然外头咧来讲，外头咧来讲，你爱水到水是比较快的，但是你最重要是最容易体会，有真正了解，无进慢慢慢慢。遮尔济，咱就叫一般说来真较早，咱要真正东西就是遮，这讲的是为啥有人讲这是错误？啊，无咱都可以，我所讲的，就按照摆。你若想摸什么都收袂得你嘛，袂得你到平常嘛，对，真理就是安尼。所以留在第是你讲就是怎样了解这个，第用来开放一切。利用第二个啊，我知了，已经开幕哦，无形中发明新的，我一方面来专业，过去方面我专业，包括行动，包括食生活，日常当中行住坐卧就是行动，唔是咱大家就是行动，真靠你做，你人两岁尔，就是人两岁叫互相。人能够去对待，所以你这当中做人就是来文化，这是就不好的。所以大家真多先做文化，才叫有这个当先的大家。无了真多做文化，这个老爸、这个老母、这个安、这个囝、这个婆、这个先生，直接做不到，真多做文化、做官、做当初做文化的要做做不到，这个东西叫做咱爱努力目标。反正今天做人来做完整整，过去像个别所怪袂欢喜的话，到别人来拢讲啊动作就根本他们不爱讲，讲啊注言变中心，啊，包括说，我们公司会根本就不然，你啊，本地人做我感觉可能有些时间，按照形式去做，合伙人、合作人，还有一个真正一个。开展的这个方法，包括是包括小所讲的心中无着钱，咱无着钱就无知己，无知己无着钱就是咱的困难。正常一句话讲，无点仔着钱，到无点仔着钱，但是我叫有理有书。咱做这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人，无点仔着钱，就无点仔着有见性。但是咱的所讲是讲。这样子呢，第二个就用心的更是开展，发展不断先发展出来，在人生更发心自修，怎样了？在方面发心自修，来给人心什么？这种发心的课程，修一步就关风险，现在人咱再年无去嘛，现在咱再年伊无去多种修，现在咱再年伊要改变。这样咱知影，伊来算方面。你若看会趁钱的，会生活的，哦，你真正想努力去学习，一方法努力去做了，对，收一步来。我做生产后，我一定冇个解决，所以我以前是经理，现在冇个经理做的啦，这做的啦，你哋又去做，你哋经理领导，哦，多我慢慢多。啊，做到位啊，会啊，交流该怎么讲？讲出去，当时很心，发心去做这个认真的上面，虽然不能够经营还有些，但是你修得有心路，那么这是他说，这个这个啊，这样说，也是我这感觉，但是不行，所以努力，大家都来自己做的话，大家这个。所以呢，关咱就是那我讲发心的有关的，你也看，今年也发大年，啊，知道了，到如今还是这个方向。听对啊，我还是民国共产党讲的，做出来的，一年前那个，一年前那个，因为做到20岁以来，一定我定往好的，往人做到，我们去做到。有方面就是
他上有四项我上有苦有苦的，礼仪良体或者教育各种校长或者做出来，正正当当的对语态度，常常就迄个什么刚开始是个教务，这个礼仪良体数的就几个人，什么其他些咱没当做，其他啲唔係啱我会晓，我唔知嘅，即或者呢种法，也相对我消化。哦，所以生活众生就可度。你若是有发心，绝对那就是问题。如以前像咱在讲，伊身体真正无好，身体真正歹。那身体真正歹，伊那个身体不难，就是讲咱这个飞天半个为了中国啊，伊咧导致这反正怎么学成？我那可是叫做身体无好，好现过来，修到如错。发心对不对？啊什么？从天放出者对不啦？修到人哎，不断维持，不断改，不断发心呢。所以咱年的这个班数，各位有时间来拜的。等了，咱们注意，咱们按照那个一定的，咱们按照那个影像叫的结果，但是的话，那个为的结果，这个就是呢，都这个高度的，所以讲现在很慢。不是啊，必要跟他班学校里头，我学校里头包括厨房包，包括那什么学做，包括什么物件，都爱一个进。修人二者并且制度，包括主体这些包括咱主体信仰，所以，开始都经历听，总之爱发生我就去。好，一旦做一做，温柔大声，投入努力的。无啦，他为我做正些呢，爱大家个体会。立即，原来你先办法将成个原来你立即就得康成。这外面来讲，不法大事情，所修诸善法是无量。作为我伫这个外面人来讲，你若无发这个菩提心出来，道理就在人间。我知影呢。哦，你看我换顶放伫咧洗身躯，放伫咧游水，海里咧啊，叫佢做水车伫咧游水，算得做欢喜。我知啦，你无调了。叫来生活嘛咧，我老伊，对。虽然道理听唔听咯，但咱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若有发，袂得伫大声无法道理，不如三成啊，就伫咧修行。离这个交代，包括你要听道理，你讲爱听下来的。好，但这道理一句听无，爱听多遍。有当你听无，咱爱问人，啊，唔系想听过去，听做你讲一寡这道理一寡较浅的，才听到。即摆只有咱上乘大乘方面来当中呢，咱一直爱修道坚持思想种种都爱调整的，提升咱的心境，离世去温柔。所以呢，发展菩提心，啊，若无发不出来，咱所修的诸善法就做讲的这种模样，某一个叫应该的模样，能够当作为假事，模样能够做到光明一样，不结法。啊，啊，若无了解上对于这三门这个温柔的时阵呢，啊，强出来时阵，有人有正式。都去温柔，再去先进去。有个人几乎就无再先错死。那么你要想想，一般都修的，走2万、3万、4万、5万，我嘛拢无变质嘞，修你啊，我嘛是修的，我嘛是食食，我嘛是念经，我嘛是打坐的，我嘛是无害人的，我嘛是布施了大人的，各位，啊，你这种路我就走，这种路我就走咧。实际因为到尾个，我你讲真正无害人，真正无做唔对，当中都唔够。我来讲嘅，共款老婆娘伊讲唔完，但是我来讲嘅，伊公所内底，伊市场内底，那后面咧抢你伊也做公司，我是爱去再不是讲，就是爱去就他说爱搞，嘛是讲唔完，结果拢是无共款。伊咱公所最多生活无真正了解，所以伊在做刷子，结果叫我做建筑，确实。那原来非常接受的，他做出建筑匠。大，非常应该全胜的啊！第三，艺术科，
咱大家爱过去咱所想的无，过去所想的关心会结束回来，1999年结束回来，各位你看有来无？有无？有啦吼，但是咱咧学是当作是迄个烟空物件，烟空物件还袂大，但是咧1999年到20这个年，较是一个小问题。你看嘛，土耳其大地震啊，这个沙俄马多大地震，日本大地震，台湾第几年，咱最早咱咧讲明仔地震哦，还第几年这中国大地震，印度大地震，菲律宾大地震都过过山，而且是地壳变动一个小问题大消息，佮再来烟火物件，烟火物件你看这个各一个国家，拢是咧。为了佛祖的物件，总是伫个咧打龙汉者。迄个物件上可要做咧，这一只咧，伊有化武器，对啦，这物件，遐化成拢表出来的话，我讲烟火物件变70年，老师讲，70、40多年不变天地，迄阵人讲有过关，你晓得我们好自然开始这一切。那么咱做出主的方式，下先人，所以这个人就是关于讲，我咧找做出啦。周书主席啊，外这边就是3把这本书，伊知影我大家有机会，我这个我宣传，我宣传天天我就讲，我唔知啦，我知影因为你家己他家今晚来，就讲，即马周书主席咧，即马安怎咧？安怎对我就感觉讲，周书主席甲无主席，这搁再讲，毋是咱即摆咱。直接咧去教电影，咱即个教讲正题讲外部，兄弟姊妹该需要太多，咱爱看地图。当佛祖叫菩萨无成就啊，无着体，伊嘛是不可暗观教法上的。为什么你看你去追求祖师主席咧？我了问，伊讲我无用心，伊讲我无用心啊。伊讲我若好用祖师主席的这个工作，我全部就是叫做讲做无用心。我讲你，我讲我那是修山教，我讲你呢一直追求祖师主席呢，你无见成。你看把这个你晓阿哥我讲今仔修道有一个论题，你这个真正是明心见性。有真正叫我用心，叫我用心，真正做你应该做，今仔是做书无做者，我做甲死嘛笑死。所以咱就是我讲啦，要好奇心志。有个人讲，从今朝要修完啊，你哪个接到？我修完怎讲啊？你做下个班，我来做，我修完时候，我得吸收起来，对不对？像你上有几啊？对，咱讲你遐18个人，好，等于你看好。有个人做面做啦，会惊，见面拢去过山，那无去过法律，无讲上天堂来看，还是做唔到。你要朝天堂，你就是妄想就天堂，天堂你就无得。你可以面对，我讲你无了解，你了解干嘛？我讲我天上地的，你想不会？人讲如何做好，天人本来是爱随时好等待，两根或者两根变的，不是讲的。大地做的人，现在行者，因为帮助一些行业，三界为心，不离心行心，心是心的对不对？所以心在体，这些可以还有比较办法。那这个物件修不对，看不对，个别发生的话，咱修这物件就物件。希望咱大家多谢你啦，唔免搁再来当地干好。热情。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良性之心是另外一个。良性之心就是讲良心之性，迄个性不能离身，迄不能离良性。所以来重点来讲，爱迄良性来创造少了，倘若恶性的话是咱啊，所以这个初心性爱的程度是人之初性本善，非是用不用先不能之心，先不善就不用，迄就是心之用，不是心之体。心之体是无先无。谢谢。哇，赵君豪，赵君豪。赵君豪。哇，很好，很好。欢迎。哦，很好，谢谢，感谢。感谢。哦，好，谢谢，好，好，好，咖啡姐，看了好咖啡。哦。来情况啊！来情况。光临。哦，好。欢迎光临。哦，欢迎光临。好。大家好。加贺，哦，大家辛苦，啊！哦，大家好。欢迎光临。场面盛大。欢迎光临。哦，谢谢。我照过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道在干什么。再来，你有练过什么挂掉的台子木手打是吧？比如说有人已经把我一台相机转走了，你来说就知道哪一台，对吧？就这个吧，对不对？开始还有今天加的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难，对不对？对不对？节奏的部分，再来，我有讲一些音乐上的符号都要认识包括表情记号、记号、强弱嘛，对吧？这样动作啦，知道的同学跟别人都要介绍，强弱啦、中强啊、动作啦这些符号都要认识。再来，速度的记号，例如比它啦，这个叫做对不对？或者是延长记号啦，延长记号怎么画？知道吗？知道吗？那个半圆圈有没有？上次在教5节课有没有？5节课有没有教？有，一开始就出来了，对不对？5节课一开始就有拉钩，这个都有，上面都有那个就叫延长记号。速度的这些都是速度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慢哪些不慢，这是速度的东西。再来一些反复的东西你要知道，例如反复记号啦、谁印啦、打卡波啦、DS 啦、扣打啦，这个我们都教过，对不对？到目前为止，你有任何一个部分清楚的，还有音程，对不对？音程有教过，有到都它注意不能教，有对不对？还有大三度、小三度这个能教，有没有？有，还有音程的概念其实都有讲。以上种种，音程都到第几度？都到第几度？几度？走到第几度了？不是，不要讲超过好吧？你不会才会是，我记得教学校也是一样，我也教过这个他问他也不会，我就讲不会，不会就会到会，走到第几度？哪一个讲大三度的？哪一位讲大三度？对，来吧，他讲大三度，对到开。小三度，不懂大小的举手，都懂啊？反正都懂了，好，我下次见面考试啊，考笔试啊，没问题，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现在有问超过3个问题，我就不考试。没有就考试不懂，下次见面就考笔试。开始，还有5分钟，5分钟10点，问超过3个问题，我就不考试。没有5分钟就表示大家都懂了，下次就是可以考试了，下次见面就考笔试。没问题？你把你可以写报告上面以上讲的音程啊，反复记号啦、表情记号啦、速度记号啦，节奏练习的句子啊，任何问题，我都帮你整理好了。有问题就问，有问题就问。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A
出来是三花，这三，这不要熬。关系，它是一种人家来好喜欢变心，因为性特别安定，一般高一起安做到一起安我性机会，哦，但是就给他压力，要给越处理，来越处理要不用怕，才都会来过，要对他的样子。好像都是对，但是这个无判比较，它会在，但是呢，个人的被就判比较的公平，心理说明我一点，虽然是。要有一个，当时高手的，比如我大你可以提供在那个怎么样，全部会告诉你一点在这个，就是你那点意识有，你那点意识的先空秒，精空先秒有，那点意识，那中间边有一个。但是你的星空也一定好，告诉他的，一定是变料不一个的，你的心法不要我觉得动它的心变是看关于的，看我其实我们这个靠的是以及一点给你的今天是，今天我们一天靠手机，靠手机，他说跟靠手机一样哦，靠手机。心理先感开心，来一起感开心。可是这个我们是非常开心，是不干活。所以心理说，不留应会把他的心教心教心给他，那为什么呢？开心，想想我刚才为什么要不然你感谢要说话，你感谢要他这个，说别的，你感受到了吧？你头脑知道了失败，但是也失败，你比较失败，你的我你是一年是我有2年失败一点，我也要我刚刚原来是我2年。他的心可以心他定他懂他呼吸，他所以说属于那一个心，属于那个隐性，安光对安光对他，但是面对的微信变大后，跟其他公司做完，猫感感开心，但心里不应记得他们编排，事实上他自己记忆，我心用心他，我这是马上喜欢的，但你心里不是以心里花我几天打花，你发现你就是但你就。异性难讲，性难。那我性知道理性难讲吗？因为心如果心他不好，因为我看有些你在管，但是弄他的感觉是，现在就是当然跟你开心，你今天有心。天心，还有天心，在说天心。
差
所以咱来讲卖个衰啊，变变嘛，来本来就咱讲做手段是，那了上我了这个大知道吧？哦，我不要嘛，咱可是咱有去问，知影讲咱有时有功力，但是咱的能力还未发挥出来，有时咱还伫这倒位过程，咱拢是修行倒位，咱还是修成啊，是下一关能力，这种倒位功用完全接受，咱了解嘛？啊，所以啊，我搞方咱说的，咱如何但是咱标落水平，呀，前面这本书历史这是就开始，要讲咱唔知影，讲咱不觉啦，咱那这样子办，咱前头所是咱按分派，做咱有关的工作，咱是办到会议，安尼对谁讲是我摆点个啊，会议上面是个，或者是摆到这个拢在。款精神是款牺牲方面，但是若讲换一种甲讲来讲，看表现出来，伊就始终的即款应对，包括心中即个心中的起落，即个他是无啥了解，事实上，咱有毋是无，有证明伊目的是要把咱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因为天下咱都一性，这个样，宇宙当中说讲，宇宙即我就。我的菩萨伊等到伊修到伊成就的境界了，看外面世界，吼，即款普遍世界，同真世界，反倒大家拢修到。既然大家拢修到，伊即个天规规则咱讲，大家都是一样，咱真的，咱比较普遍哦。之所以讲爱他，这个解决出来，就是第二个是，包括做微信，咱世界都做微信。我这包括有手啦，亚洲啦，澳洲啦，有澳洲啦，有美洲，有非洲啦。哦，我了解澳洲，我唔知晓是无对，咱都搞别个，那七代志，啊一洲内底佫分做不人国，啊一国内底咧分做不人省、不人县，啊不人县内底一县内底佫分做不人乡镇，乡镇佫分做不人县，因厝内佫到不来啊。啊，分到尾啊，到尾我只有为主，我啊，这个我咱说咧节我是心之我，身之我不是性之我，这边讲啥我是性之我，咱若性之我是，咱就在因为拄着，说你看到尾伊，咱到伊真来超前了，如果说看到尾啊，拄着天来咱多想是，因为天空个。有的人讨厌，但是咱今仔日咱的思想业，咱的思想理念，咱理无可能去到遐，因为咱修学，咱伫这理念上，伫这理念上咱无用来到，咱的修持，叫咱的自身的心灵无用来到，啊，这毋是袂当，袂若袂当，无可能讲现，叫做神仙是，无可能讲是会，若袂当，无可能讲咱本来人拢。若袂当，无可能讲咱拢本来拢有负债，其实咱是不可能。到底会当，这会当是安怎？是咱唔轻去做，咱唔轻去思考，尽管咱两态度。我这个正法过去正法今年无打无打阿母，今年正法搞了，变成了咱过去的惯性的习惯。啊，所以修到底有点来有点来。把你改，就把你改嘛。啊，出来改嘛，其实证明你啥物因看点拢是共，对我来讲一样。啊，到底啥？到底是回归到咱发展本来是的对不对？啊，所以诸佛菩萨因做过了后，伊才感觉讲做过啥？所以说嘛，别多无量无数无边的上因是上心一点方向。毋是讲我别多了才我无功德啦，毋是安尼，毋是讲别多了才讲，迄拢是我的功德法。事实伊个是规个本体方面，伊个本体讲出来了后，到成一，一成二，二成三，其实三成万物了后，这个万物我回归到最原就是伊个本体。那么这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过程。迄个过程并不是讲啊，我从这出来了，我比这快讲，是啊，过程。啊，当然，这种讲伊本来自性是无众生，但是因为到万物了，众生心才会济。哦，
啊，这个衫新版不了就用。越多，甲这种先进完全变好，当然到回归我本来就对啊，越多完全回归倒来了。伊讲是有重心变落，因为本来就这重心。这回归倒来，我本来就无吧，我本来就无啥，本来就这样。只是对吧？啊，当然伊个等来等讲，伊啊，你就变一个事物，一定会变。但是这过程过到来了后，伊个分会甲你是清楚，它还是很清楚。啊，不过是咱人因为是无可能来办法。适应身体看到，又看到实验，即个根源属于变动啊，这种形成生活生活就是变动了。啊，迄是先决条件啊，你得了是条件。我这个当中呢，咱看是讲心理不易，毋是不像讲学了后就办法。讲无讲讲嘅较济，行咧唔通讲咧嘛是良好，而且咱唔通想迄唔通想嘛是良好，咱咁就对。啊，如果50件是做过了，根本咱至少讲3轮做过了，路骹行，做迄个良好。做啊，不太咱就会行，行伊只是会减少，但是伊会流上，袂流上个，但是伊个功能是一定会减少。因为咱只要就讲会减少了后会流上，咱才讲买卖流上。开始啊，其实是本体有对，本体的根本，啊，本体有对，其实本体的作用拢是来。这阵是安尼，脑子也是安尼，开模性质也是安尼。哦，你讲之所以成为圣人，每一个圣人是第五伊一个东西是安尼，伊是所看到的。不过是都不像，我今日过程上不是安尼。这个比为啥？为何你讲啊？为何你讲啊？世间讲的有成是常，啊世间是无常，偏偏就做那个讲就成是无常，世间是嘛是常，啊我就对啊。我做得上最艰苦，咁样讲是心是无，啊非心非苦，即心即苦，啊我对个。我到底我咧读基本啊，听到唔少，到底是要学较点。你大概讲你是心苦，对，讲怎样写？事实上，啊这点你直接定论。当你回归起来的选项，他的第一步讲条条大路，从罗马到写大，那其实你这样公信力像把这个里面讲的是啥？嘿，银嘛，银之安，这名字讲的啊，银是安体，伊是性咯，啊，咱是控安体，还是下性咯，咱是看，啊，要回归到咱下体。有一个所在，从北京要哪去？比较近。当然，这个人从北京要哪去，伊来去到边去，但是边啊，看好，啊靠安，惊多大个，到过了年过去，啊地到了路，啊到地到去咯，到了，啊地不了解，到了两步，啊熟悉。那今日是要在过程当中，那是世间的这款医药。前摆上次我讲吊脚随医，我不理。恁这医药上影片，我这个水哦，我这个水哦，我只会生安尼吊来吊到中就会干。但是我讲个医药无成的嘛，但是医药咱讲无成伊的，伊嘛对啦，甲迄个紧迫的，用我们做了了。哦，这样我哪要跑步，一定跑步嘛，你绝对来讲，这件事。因缘的所在，啊！你今仔日即款医药上的模式，其实是真好。你看，囡仔学医药的是，原啊，这医院医疗到水源啊，做这个往嘛，啊，水源啊，这来拍皮，啊，到水源落去，打呀，啊，即款原理，所以伫即款当中呢，咱心理并是讲，伊咱学道理学这个行业，也是讲。我要他比赛，工作呢，在工作，啊，其实原来是工作方式，啊，第一意识就是工作方式，是这个的意思。但是我讲，你无简单的，我讲是讲无简单，简单啦。你意识中其实咱咧讲是情况，如果若表露出，
这是一种学。啊，当然这个学是要卖用的，这条路要倒转去处，毋是讲安尼就不过去，啊袂回家温存，才搁离对。还在途中，啊，伫途中无论讲行到要到，应该是讲行离骹远，离顺100里，顺200里，3000里，不管离离，那以水比例来讲，拢还到。但是若以这若以行书咧讲，我啥改变啦吼。当时所有不能改变，不能先改变。菩萨当然较基本啦，基本当然较是菩萨啦，但是伊要比菩萨较高。阿罗汉呢，当然比修较复杂啊，伊搁比菩萨搁离较，比比比比较较远啦。今若阿修罗咧，还是要天然的，搁无人管，比如来讲，直接排队来比。但是呢，伊路上咧讲明主的必须会讲，我是什么？就是报告的吼，你白了的都是报告的，报告我说我法他们讲，照样其实哪一照来讲，照。啊，事实上咱今日当中，毋是安尼，伫修咧当中，毋是讲咱修咧无功德，毋是讲咱修咧无功德，但是圣人伊法毋通无咱丢落去下头，毋通无咱丢落去做咱基路上，基路上，基路，真係。王家，王这个泥哦，还是马路作用啦，马路土啦吼，泥土的包点，也安尼讲，路盘马，你这路叫看，那找无厝吗？为什么找无厝？咱那个离路途中比较窄，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来那个地方，这是挺可惜的代志。啊，今仔师尊。如果一切历代祖师真辛苦，慢慢相传落，啊，这生活一直保留，一直保留，做到现在。这个因缘大开多多的时机并到，啊，讲起从老早开始接到现在，事实上讲咱这特别时间，应该当然是希望做大用，咱的服务，咱的服务来，当然，但是服务来嘅，我觉得这是咱来第一。共同需要打拼，都向医疗上开发。就讲听医生嘛，愈来愈济，这是道路不断的出现。但是坐了后，树遐一个大囡仔顶无称话，一个风口来跌落，若是迄个断去，就迄个断去，若无就规十倒了，这真可惜的代志。但是根源也保好势，大家心理上理念也思想一同，真理就到真理共同一个看法，就讲地球村一粒尔，莫分讲恁兜阮兜，莫分讲恁国家阮恁国。哦，啊，一个两换就安尼增加来吼。啊，若厝到厝内底，有时啊兄弟啊变面哩，有时啊翁仔某嘛变面哩，有时翁仔某也变面，拄则无欢喜啊。人讲翁仔某是夫妻是一体上好，但是了咧，我代志嘛是无欢喜啊。三个叫做迄边仔毋甲洗啊，囡仔会洗洗尔，讲拄的嘛无食，哦，嘛有迄落啊，甚至连半挂水嘛有啊，哦，某票按挂水，后按票某挂水拢有啦。啊，即款因缘上，事实是同一家，但是心变了后无相共，看无相共，个人的立场徛无相共，是做出来无相共的。太安尼，根源有袂着。所以老祖毋听讲，该善闻业生，真正牛的人，天地间愈来到世间内底，生之道是有三，死之道是有三，这后壁我当然毋知无达到生死将地讲吼，但是而且咱慢慢先讲，为了是先有先大概相信，比如一个吼。善业生的人。善业生者，欲行不务事后，日本不离家庭。正有法度真真正正跳脱生死。咱若无，咱拢是生之道、死之道，要言之生、动之死，地多。敢讲，人一句话讲，九死一生这布袋也是用咧用咧布，我布布袋，到这感觉真爱看，但是无因缘人看啦。哦，机会无迄个机会啊，所以讲九死一生。世间是9项死，1人生，咱前面捌讲过，物件是九死。以物质来讲是九死一起，这是啊。咱讲阿门六八第一行，政治一定要一个6项。哦，任何果实就相同，一定6项。迄个6项的所在就是价要伫遐变出来，价要伫遐出来。啊，咱有天地间当中虽然是九死，但是一定有一条生路。毋则认为迄咱敢若孔圣人讲的啦吼，天作业犹可为，自作业不可忘。翕罪倚天就无所得呀。
咱唔通自作孽。天若咧作孽，咱来到世间内底，天是天作孽，就讲天自然就是安尼，因为上天好生活德，生生不息，这是上天的大德。天自然是安尼。啊，既然是安，人对啊，人内底生生死死，救赎伊是救赎，只轮回生生死死，但是一定是条路安行。天作孽绝对有可为，但是若咱落来家己作孽的呢，不可为。真正有影，所以真正就是善文德、善文大文、善德成者，是会真正会晓甲原来即个生受业，就是讲受情，业受把持好好势，咱经看做啥受情啦吼，受情，咱有一名话保持。顾好势，顾好势。啊，这个顾好势了，这个顾的好势不有，这是自然而然的代志。要无若讲，互咱讲这个本源有无对，讲咱硬要去学，就讲有一禅书内底的即款有一句，比如讲，迄只狐狸，我互你100年了，伊还阁是狐狸。迄只狮啊，若3冬了后，伊就要做狮仔王。大孝好，所有的陆上咱听咧讲咧，迄个讲这比如世尊说法，也做师祖好，比如甲外人啊，伊半空拢咧飞，听着狮仔咧吼同挂完，虽然听着狮仔咧吼同米伫水底咧，啊若陆上底走同米伫卡米里咧，搞到变着所谓顶底，真正逐听着狮王咧吼，迄也做师祖好嘛。比如甲安尼，那么由此可见，讲这个正法伫咱自身上，确实咱这个自性真正会当显露出来了，万劫不侵，万劫不伤。毋过咱无法度达到，所以讲圣人，孔圣人讲天命伫遐，犯罪伫我伫我何？道伫遐，什么人会当对伊安怎样？迄是一种一份自信，啊嘛是一份天命，确实就是安尼哦。所以。咱甲想，即个德性要回归到咱啊，即个本来即个本体上，咱要把持，要甲真正会当受持哦好势。即咱是毋是爱用工夫，拼尽全力？哦，确实是有影是安尼，因为这是咱生死的问题嘛，咱个人的问题嘛。讲嘅是咱个人的问题，若佫讲我对外喙嚟讲，咱也佫后壁佫牵带偌济千万的众生嘛，对偌济兄弟姊妹嘛。哦，咱一个人身躯担偌济众生的即款因缘。啊，担出来了，这个唯有这个了后，才有法度生啊。扭出来就是讲善文善业生者，就讲会当真正回归到本来这个本来会当生生化化这个本体上面啊，才有法度通好为之救度，才有法度为之啊做度生。哦，无咱世尊一句话讲话，伊遐看做是拢讲唯有度生。正财源，报不分。每一个禅师伊开发了，拢一句话走出来。伫咱互我看有对的啦吼，大多数拢一句话走出来。唯有度生，度生就讲一名伊咧讲规句讲度众生，但伊遐讲度生，其实度生就是度众生的意思。要安怎才做度众生？哦，咱甲想度生，安怎做度众生？其实要度众生，毋是讲，比如讲，我咧讲，咱就来求道，叫来求道是一个第一步。啊，咁求道了，就把做度分，看做度众生啊嘛，啊未够，确实啊未够。因招人来修学道了后，禅师的即种来讲，师傅来修学道人，原来当开悟，开悟正有时啊做真正的度众生。毋则讲救人爱安怎？救上花嘛吼，啊救无上花，敢有算救人？无算救人啊！啊，所以今日天来讲得着道的人，太车像刚来就是讲，迄个天天遮苏美员咧甲讲，拄我今日去有班迄个宝山就毋通空手机会，人今仔拄咧点道通好入来讲，点道诶，我50年就有啊，50年前就有啊，啊，迄前年来时阵前年来讲，啊，敢有咧行？讲无啦，有，看到安尼有求着，无咧行，交无求着小工，哦。啊，有影咧，50年前求道到今伊拢无咧行，啊有求道了，有迄个效果，有迄个就得道的名，但是迄个节奏会出来，节奏会出来，啊节奏会出来，因开悟了，就是讲度生就是真真正正会当救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会当回本来救人家做度生，啊这有了啥？有
唯有学者，哦，唯有百姓百姓，哦，唯有真正真修实践的人，到这个淡处，到这个境界境界，才有法度，迄个到这个真亲的成修的道理，才有法度。啊，你今仔大家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变成师尊师母伊个大德，咱也是叫做一脉传承呢。事实是安尼呢，咱毋是讲千千彩彩，家己讲家己往言上、出自言上，客气的毋是安尼。确实真有这个能力，但是伫咱能力发挥也袂出来安尼。所以生大生了后，讲大众生足多了，伊敢会有起就较贵哦，毋是？因为这就是本来本源是安尼，只是这个过程行过尔。也若无咱伫这个过程当中，咱讲我生理上不良，开始用咱的心来，用咱的学的物件，用一个法来讲，这个也做真正的真理，毋是伫法上，真正的真理是伫体上。法是由心生出来，由心生出来，心生了才万法生，心灭了万法就回归到倒来就无。所以咱毋是讲我学这个法，学一个法了，讲哦，我学一个正义不朽的法，圣人的道理就是我，就是安尼。这个也做真，这也做法。那么这个法若无写掉去，到尾这个法变啥？会安。咱若回归到咱的本体内底。由本心所生出来法了，这个法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啦。就讲该用的时依法流露出来，该不用的时阵依法回归到咱个历史内底清清楚楚。唔要做心王，心王本自作道地，哦，这咱古代书甲咱开始。心王本来内底就无本来就无地，哦，本来就无，但是伊咧流露出来。一切诸法拢有，但是咱今仔日有来境，就是讲伫即个法以下落来，所以总要变一种个执，变一种个执，啊无话讲讲，无读册，大学、中学、小学、小不校，为什么他安尼？啊若无读册咧，讲较有效。哦啊，但是咱只拢要家囡仔一直栽培栽后对不孝的路途，就道道相去，啊做讲啊到尾要孝在，啊咱伊就啊，若栽培到囡仔出国留学呢，啊老爸老母呢讲听咧讲我著排家己斗落啊，但是也毋是逐个安尼，不过就讲伊即个比例讲，咱人的性若底愈济，互伊看愈济，互伊想愈济，伊即个执会愈济，因为伊心内有藏迄项物件伫内底，有藏的。囡仔出事了啦，讲妈妈你用安尼甲我饲无卫生，即个囡仔绝对夭死，真正有影。但是囡仔出事了，伊就是无，啊无咧，甲像时段安怎饲，就是安怎活，迄足奇怪。伊安怎饲就是安怎活，但是囡仔出事了，然后开始去学讲安尼喙无咧用咧空气啊内底布布，佮配做出来，才甲煎着讲安尼做无卫生，哦，这个囡仔一定夭死，一定食袂落啦，一定冰白的，咱妈妈用来饲看卖，绝对冰白。为什么咱心内一定有迄轮法？迄轮法来做啥？讲安尼做无卫生的法伫内底，啊一定执啊，一条了心内即个法执了，放袂记，演的物件，绝对放袂记。啊放袂记，当然讲要叫咱自如，有可能的，但是不可能啦，无可能。啊今仔是因为讲用着即个环境到遮讲啊安尼袂使，袂使，但是回归到这个伊本来是个清清净，圣人因的法是安。是经迄个本体显露出来，但是咱今仔毋是学伫即个法，当执伫即个法。毋则世尊伊到尾有就要破这个法了，才讲，你一定比丘彼我说法，如法如者，安怎法上应写，含法爱写掉。为什么世尊要讲即句话？啊，因为辛辛苦苦讲遐尼济法，啊到尾才讲恁法爱写，奇怪，不如拢莫讲啊。但是讲即个牌啊，伫苦海，即个牌无苦咧，你就无法度人过苦海。但是过苦海了后，即个牌啊一定爱摒掉。